语音助理啊，说 OK Google， 请开启雅婷逐字稿程式。哦，很快就出现了。那怎么更新呢？它没有一个键可以让我们更新呢。为什么30天内而已？最多转写3个音档，每个不超过30分钟。这样也是很麻烦的，不容易啊。